淡薄仔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甲君，我是一个台东人，即马伫咧台北艺术大学读硕士。甲君非常真厉害，是规个目屎流落来，你有靠，心机就重。老师引导的好。开玩笑的哈。我刚才写了天蝎座，我觉得不错哎。臭两怪，大自然，芒果公主。我有留转家地址予柜台，你若有啥火气，我应该伫咧纽约收到。是安怎咱一世人所追求的物件，其实拢伫咧一开始的时阵就已经咧失去。咁好无我各位去纽约看你好无啦？我拜托你，莫遮紧我。我即摆又搁大哭又搁歹，头毛煞爷爷。我无爱你看到我即摆即款人里人仔的模样。我厝内底的人拢讲台语，所以我嘛希望有一个机会会当演一出戏是阮爸爸听有的戏，演互伊看。多谢你，三高。我是林甲君。